創世記第46章第1節，以色列帶着一切所有的犧牲來到別是巴，求先知給他父親以撒的上帝。第2節，也見上帝在異象中對以色列說：雅各，雅各，他說我在這裡。第3節，上帝說：我是上帝，就是你父親的上帝，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與你在那裡成為大族。第4節，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天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終。第5節，雅各就從別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兒子們是他們的父親雅各和他們的妻子以吾都坐在法老為雅各送來的車上。第6節，他們要帶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貨財來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孫都一同來。第7節，雅各把他的兒子、孫子、女兒、孫兒，並他的子子孫孫一同帶到埃及。第8節，來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記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兒孫，雅各的長子係流偏，第9節，流偏的兒子係哈諾、法路、西斯倫、加米。第10節，示面的兒子是亞摩利、亞文、亞哈、亞根、所索，還有迦南5子所生的所羅。第11節，利未的兒子是革孫、哥哈、米拉利。第12節，猶大的兒子是俄南、西拉、法勒斯、沙拉。沒有兒子，俄南是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兒子是希西倫、哈姆勒。13節，以撒迦的兒子是陀拉、普亞、約伯、申倫、示布倫。14節，示布倫的兒子是示列、耶倫、亞利。15節，這是利亞在巴丹亞蘭給雅各所生的兒子，還有女兒迪拿兒孫，共有33人。16節，卡德的兒子是示皮勒倫、哈基、蘇尼、以斯本、以利、阿羅地、阿列利。第17節，亞薩的兒子是嚴拿、以斯瓦、以斯維、比利亞，還有他們的妹子示拉。比利亞的兒子是希撇、馬吉。第18節，這是拉班給他女兒利亞的比吾示巴從雅各所生的兒孫，共有16人。第19節，雅各支持拉結的兒子是約瑟和便雅憫。20節，約瑟在埃及地生了瑪拿西和以法蓮，就是安上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兒阿斯納給約瑟生的。21節，便雅憫的兒子是比拉、比結、阿斯撇、基拉、乃曼、以希、羅比、阿姆平、西布、阿勒。22節，這是拉結給雅各所生的兒子，共有14人。23節，但的兒子是父親納撒利的兒子是亞設、古尼、亞瑟、斯朗。25節，這是拉班給他女兒拉結的比吾比希拉從雅各所生的兒孫，共有7人。26節，那時雅各同在埃及地，除了他兒婦以外，凡從他所生的，共有66人。27節，凡有約瑟在埃及所生的2個兒子，雅各嫁來到埃及地，共有70人。28節，雅各打發猶大先去見約瑟，強派人引路往歌珊去。於是他們來到歌珊地。29節，約瑟偷察在歌珊去，迎接他父親以色列，妻子見了他的面，就伏在父親的頸項上哭了喜叫。30節，以色列對約瑟說：我記得見了你的面，知道你犯罪，就是我死我也甘心。31節，約瑟對他父親
上期說和他父親全家說，我要上去，告訴法老對他說，我的弟兄和我父親的全家從前在迦南地，現今都到我這裡來。32節，他們本是牧羊的人，以羊牲畜為業，他們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要的都帶來了。33節，等法老召你們的時候，問你們說，你們以何事為業？34節，你們又說，你的僕人從幼年直到如今，都以羊牲畜為業，連我們的祖宗也都以此為業。這樣你們可以出在各山地，因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染污。